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劉博士。今日咧，我會教大家日文。咁首先第一堂，我哋會教大家 A E U E O 嘅平假名。咁 A 就係咁寫嘅，一橫，然後彎，之後一筆過樣。咁記住喎，呢一個位同埋呢一個位最好要喺同一條線嗰度。然之後 E 係比較簡單啲嘅，一勾，然後咁樣斜落嚟，然之後就係烏係咁寫嘅。首先一點，嗱最好嗰點咧就係比較橫一啲，即係好似個一字咁樣。然之後呢度一筆過咁樣彎曲落嚟。之後我哋會教大家 A 字咧就好似個之字咁樣，但係其實咧佢又唔係個之字嚟嘅喎，因為呢個係日文唔係中文。咁寫嘅一點，然後咁樣，最後我哋會教大家 O 字咧就係咁樣，然後一直，然後一彎，最後一點。嗱，記住喎，我哋而家就畫個十字。咁首先呢個橫咧就應該喺第一格嗰度，然之後咧個直就應該都喺第一行同埋第三格嘅地方嗰度，然之後就彎仔咁樣。記住喎，呢一嚿嘢咧同埋呢一嚿嘢咧係唔相同嘅喎，佢哋佔嘅位咧唔係一樣，所以呢點就注意。最後就加一點喺呢度。如果你想繼續學日文嘅話，就記得訂閱我哋劉博士嘅頻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劉博士。今日咧我哋會點解出咗鏡㗎？